月下老人。月下老人又称作月老公，简称月老，相传是人间媒神。台湾谚语云：姻缘天注定，不是媒人脚闲行。即指男女结合都是天注定，不是媒人可勉强撮合。而所谓天注定，就是指月下老人的姻缘一线牵。月下老人的由来，点出唐李复言《续幽怪录》订婚殿。唐朝韦固年少未娶，某日夜宿宋城，在旅店遇见一个老人，靠着一口布袋，坐在月光下，翻看着一本书，像在查找什么。韦固问老人家在翻查什么，老人答道：天下人的婚书。韦固又问袋中何物，老人说袋内都是红绳，用来系住夫妇之足。虽仇敌之家，贫富悬殊，天涯海角，无处异乡，此绳一系，便定终生。这就是流传千人的俗语“千里姻缘一线牵”的来历。韦固十分惊奇，忙打听自己的婚事。月下老人翻书查看，笑着对他说：足下的未婚妻，就是店北头卖菜的老太婆的3岁女儿。韦固一听，勃然大怒，悻悻返回殿中。10年之后，韦固因立军功，迎娶襄州参军的女儿。韦固才知道，此女正是过去月下老人提及的3岁小女。韦固见天意不可违，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。宋城的县宰知道这件事后，把那间客栈定名为订婚殿。牵红线的老人从此称为月下老人。千余年来，青年男女相爱或感情受挫，均赴月下老人神案前祈祀良缘。